后来，这个新冠病毒，台湾的总病例数突破到100例。这2天，全台湾各地卖场拢有民众抢买状况，像高雄甲台南的连锁大卖场，包括卫生纸、泡面、罐头等等的民生用品，都拢互抢买了了。一透早，员工赶紧来补货，业者来回应讲，目前货量充足，会来加强着补货速度。确保互大家拢会当买到民生的物资，请民众大家唔免惊吓。啊，那拢无啊，你啦。这间卖场的货架顶面卫生纸无啊，另外一间卖场架顶的泡面嘛无啊。即马是卫生纸这种，逐工拢爱用的这种哦。啊，那个他现在架上没有货了，你要不要去那个前面那个铁架那边拿？铁架那边有吗？对。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，高雄甲台南的连锁卖场拢有出现着抢买条卫生纸、泡面、罐头，对前一天就开始抢啊。我都夸张啊！一透早卖场员工就无用咧搬运，补货到这架顶，无想要互补货速度对袂着民众抢买速度。各位消费者不用担心哦，我们的货量备货的非常的充足，那我们也会加强我们这个补货的速度。目前民生用品的货源应该是充足的，民众毋免过度惊吓，影响家己的生活。